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新北市的北里，伫个昨中昼发生着枪击案，就为着2万块的缴销，双方去共开枪，到忙12点钟了后，伫个淡水的汽车旅馆，互警察来甲抓着。新北市顶个月才发生3件乌刀开枪的事件，昨伫个北里又搁发生这件。 袂少人甲目标上准着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民进党就质疑侯友宜为着选举袂记哩治安，国民党是来回击，讲这是借题发挥、乌白牵拖，讲这个乌道的问题，若要对源头，责任是中央政府。我做总统今年已经做到第7年，快要结束了哈。 他还是在做这件事情哈。讲到地方创新、青年交流的过程，总统蔡英文心情看起来就真轻松。不过，若讲到新北市治安，心情就真歹，因为北里伫咧4月个传出枪的声音。你有没有牺牲了新北市政？从这段时间看起来。 他是牺牲了新北市政，他是制造了新北市很多的混乱、很多的风险、治安很多的问题。请侯友宜市长要选总统，我们尊重你，但是也帮新北市的市民朋友好好的把关。林亚立委甲问题等候侯友宜批评，伊是为了选总统，才办袂记哩要过新北市。不过前一天才送家政予警察，随个出代志。新北市议员替因岛的市长讲话，因为乌道的问题被挽过树田，是中央政府的责任。 不要每把单纯的治安事件无限上纲到总统大选议题，还有政治事件。治安事件本来就是中央地方政府要一起合作，携手打击犯罪。地方有子弹在飞，有心人士不要再让政治子弹继续飞。无论责任是伫咧中央，或者是伫咧地方，新北市4月就发生3件乌道报仇的事件。事发当时，市长侯友宜人搁伫咧新加坡，就持续的不断扫荡下去，把这个犯罪一定要把它立即有效的压制下来。 绝不容许任何的歹徒在我们新北市嚣张。跨海向乌道宣战，不过同款无法度管好治安，加上侯友宜选总统的声音伫套团，总是现阶段做市长，变作顾到市民的安全，这是重点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